全世界都覺得25歲係大腦巔峰，但智力期刊最新研究話我哋錯晒，60歲唔係衰退嘅開始，而係真正高峰期嘅來臨。研究團隊分析咗16個心理維度，包括推理、記憶、情緒穩定性同責任心。結果發現25歲嘅原始智力的確高，但其他更重要嘅能力根本未開始。責任心於65歲左右達到高峰，情緒穩定性要去到75歲先最 top。更驚人嘅係抵抗認知偏見嘅能力可以持續進步到70至80歲。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就係55歲 CEO 拍板關鍵決策，75歲長者面對危機依然淡定。呢個唔係經驗，係大腦功能真正嘅高峰。當我哋用年齡去定義能力，其實係用最粗暴嘅標準去衡量最精密嘅人性。我哋一直俾刻板印象綁架，以為老就等於退化。但係真相係智慧、冷靜、判斷力唔係喺年輕時盛放，而係喺成熟後先真正開花。呢個研究提醒我哋，成熟唔係衰老嘅起點，而係智慧真正開花嘅季節。企業用年齡篩選人才咧，其實係主動放棄最穩定、最有判斷力嘅中堅力量。社會需要更謹慎嘅招聘政策，唔係因為政治正確，而係因為科學數據擺喺度咯。人哋價值從來唔應該用出生年份嚟計算，唔好俾刻板印象限制你對人嘅判斷，更加唔好俾年齡框死你對自己嘅想像。生活唔止係活着，更係要活得清醒。我係 Fanny，我哋下次再傾。